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总统蔡英文，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总统府的秘书长，也是高雄农产品的行销大师，我们的菊姐。那我们今天在一起啊，主要就是要来行销我们高雄大树的玉荷包的荔枝。菊姐面前放好多哈，那每一颗都看起来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个菊姐说是台湾之光，我是非常非常的赞同啊。那我们两个为什么今天在这里行销呢？因为我们的农友们啊，经过一整年的辛苦的栽种哦，那现在都是在一年当中的10天最紧要的这个采收期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做很大的宣传，所以就由我跟菊姐我们一起来做玉荷包的宣传。那玉荷包好在哪里呢？那我们要请这个行销大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哇，谢谢总统。那我想要跟各位网友报告吼，我们高雄的玉荷包大概有1900公顷，哇，它的一个产值一年都超过10亿以上，这是我们的农民最重要的一个经济，一年中最重要。但是我们玉荷包产期很短。所以它在3个礼拜之内，几乎玉荷包，就是从成熟到3个礼拜，大概市场上就不见。那我们一定必须在这个盛产期，一定要鼓励所有大家了解到农民的辛苦。我们台湾的农民真的很辛苦，必须要有一个智慧、能力、专业，他们做的很多品种的改良。所以我们才会今天看到这么漂亮、饱满，又是皮很薄、汁很多啊，然后生囊酸酸甜甜，像年轻人恋爱的滋味一样。然后它的籽又非常小，所以我们非常期盼大家体会农民的辛苦。在这个阶段这么短的产期，我们希望大家大量来采购。支持我们台湾这么认真努力辛苦的农民，也表示我们的心跟农民站在一起。各位网友，这个我跟菊姐我们要共同推荐，也共同拜托大家拿出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台湾的农业，支持我们台湾的农友，拿出你的新台币。多买一些，自己吃也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。我自己也买了很多，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开始来吃玉荷包了。所以就是总统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用新台币让我们的玉荷包下架。好啊，希望我们大家多多看今天这个电话。好啊，大家现在就赶快打这个电话，会有专人接听哦。啊，如果说你要我们总统府买了300份300盒，我们要送给我们的志工朋友。我们希望他分享我们这么好吃的玉荷包，希望我们的网友一定在这个时候，希望我们电话接不断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希望总统先吃看，好吃，一定好吃，非常漂亮的荔枝。对，我们这个荔中带红，是哇，一定很好吃，酸酸甜甜，酸酸甜甜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就吃喽。肉很多，籽很小。菊姐已经吃完一个了，要一口吃。好吃吗，总统？好吃到讲不出话来，很好吃，因为非常大颗，很大颗，非常好吃，酸酸甜甜，非常好吃。所以一定要请我们的网友在这里啊，电话在这里，现在就打。对啊，支持我们的农民，让我们的农民感受到很多的温暖。是。我们可以再播一颗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还再播一颗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这颗很漂亮啊。对。哇，我们这个红中带绿，好漂亮，非常漂亮，而且非常饱满，很饱满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，保证好吃。这个是全世界人都很羡慕我们在台湾在产期里面吃新鲜的荔枝，这是对很难得的经验。这个有幸福的感觉。希望大家记得打电话，
确实好吃。是。哦，这么新鲜的荔枝，真是一种幸福。嗯。所以我们农友看到总统这么支持他们，了解农民这么辛苦，所以我们是太好了。哦，就是我们心跟农民站在一起，支持他们。义和包，谢谢，对，赞，请大家买义和包，谢谢，谢谢，下次见。下次见。